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。嚟到 PDF 檔2啦，即係呢個係喺大升市之後咧，不要貪刀啊！呢度講咗，不要貪刀嘅下半部分嘅啦，我都會懟埋落去呢個課程裡面嘅啦。咁裡面咧有兩個 file 啦，開晒佢先。咁當中咧睇睇先啊，喺呢個叫做 AI 股裡面咧，都有啲較為突出少少嘅，即係頭先我講話咩10大板塊咁樣，公用股啊特別差啊，諸如此類。咁 AI 股啊或者係科技股特別犀利。而科技股裏面咧咁多隻咧，睇睇先啊。科技股咁多隻裏面咧，邊一隻個 ETF 咧係更加犀利咧？咁即刻睇睇啦。DRAM 第一名美光同呢個海力士啊。咁如果你係買唔到呢個韓國股票咧，可以考慮買 DRAM 呢隻。而 DRAM 嘅介紹咧，歡迎嚟到下面呢個位置啦，都係咧有齊晒介紹噶啦。另外啦 GPU 啦，都係有7至10% 啦，評級5粒星。晶片製造設備美嗰啲咩荷蘭極紫外光機10% 至15%，如此類推啦。芯片啦，NAND 啦，儲存好似 RAM 嚟嘅嘛，跟住嗰個 SanDisk 升好多，升到900幾蚊啊，傻鬼咗。咁嗱，另外啦，呢啲個應用程式啦，咁你見到都係大公司嚟㗎，唔係嗰啲即係最大公司，唔係大公司㗎嘛，係最大公司。咁所以成日話買 QQQ 咧。係有相對嘅保證咁，但係咧升幅咧就冇咁強勁，但係咧穩陣性係相對確定性係大啲。咁啊大致上咧就我嘅睇法啦。咁所以電力咧麻麻地喎，喺呢個大反彈之中。咁所以咧證明一樣嘢啦，就係而家硬件當道啦，同埋呢個叫數據儲存當道。咁啊兩者啦，同埋咧嗰個叫做AI 應用啊，即係呢啲叫 model 都升得多啊。即係簡單嚟講咧，要買咧就買 DRAM 同埋咧即係 RAM 啦，同埋呢個叫做model 啊，即係嗰啲ChatGPT Claude Grok 跟住就係 DeepSeek 呢啲咁嘅相應嘅應用啦。咁啊買最大就 OK 噶啦。咁啊下面先。咁而家價格方面點睇咧？咁小伙子第一樣嘢啦，而家冇啦，你見到 RSI MACD 就係掂到個頂啦，十分之亢奮。咁但係流動性又有相對嘅上升喎，所以咧而家咧如果用翻相對流動性係高過之前嘅話咧，個價格咧應該可能要繼續衝到650蚊左右嘅。咁但係保持之前所做嘅決定啦，就係 RSI MACD 唔係呢啲紅色下面啦，咁同埋咧綠色轉呢個淺綠色咧就係危險所在，所以咧唔好減到嘢住啦。咁啊，但係如果真係佢會有個叫做回調啦，希望去翻呢個 RSI 中性度啦，可能去翻呢個600蚊度啦，希望600蚊仲有一次機會咁啊。但係呢個死亡交叉度係咪真係會 die 咧？未必嘅，因為之前死亡交叉度咧就見底，咁再睇之前嘅死亡交叉啦。即係話呢個真係見底啦，但係咧嗰陣時嘅流動性係跌過，你知唔知？即係嗰陣時流動性係跌㗎，所以咧流動性係第一名，所以啦，而家流動性又升咧，咁我覺得可以撐翻住咧，去喺綠色線樓上嘅，咁啊所以啦。因為其他嘅最新嘅 ETF 狀況 ，NASA 升好少咗，今次反彈嚟講，咁啊新嘅ETF 啦，咁呢隻咧就係絕對係淨係買一隻咧，呢個係好過VCX 嗰隻嘅，因為咧呢個內含值咧相對上咧係啱嘅26-27蚊嘅嗰個內含值，咁啊而家咧去翻 RSI 中性咯，我覺得可以考慮下啦。另外啦 ，Chat 同埋呢啲 box 咧都係危險再危險嘅 RSI MACD 都係交叉緊，而呢個 VCX 之前計過大概咧，佢係50至40蚊度咧最盡㗎啦，嗰個 NAV 正值呢個係超級日價1倍嘅，原因都係賭佢咧係買呢個Clock 咧可能比上中升得更加多倍嘅原因，而 DRAM 啦都係咧十分之恐怖，新嘅35蚊，有冇搞錯？講嗰時20蚊到25蚊，傻鬼咗㗎，係講嗰時20蚊，幾日極度誇張，咁所以啦。全部晶片股都好恐怖升得，咁啊數據中心反而升得少啊。數據中心咧講嗰時大概可能係25蚊啊，而家27蚊都 OK 啦，升1成。咁啊呢個做多啦，做空啦呢度就咁啊唔建議玩槓桿㗎。咁大致上就係咁，所以大概將呢個現價除成0.9到咧，即係等佢跌1成先再考慮啦。而家乜都唔好搞住啦。咁影片嚟到呢度啦，不再由投資建議純個人分享㗎嘛，希望喺呢個美股市場咧就邊行邊走，同埋呢個叫做無可逆轉嘅 token， 我俾大家望第三個 PDF， 根本就係唔可以逆轉嘅。無論邊個行業邊個人，你而家唔用咧，你而家應該咁講，你用都係上癮，一上癮咧，你越用越多，越用越多，佢越用越嚟越平，越嚟平咧，你越用越多。根本你每個人咧，我而家用幾多，會用幾多 Manus，用幾多 Clock，用幾多
咩 Gemini 乜都用等佢咧一個人做10樣嘢最好啦。咁啊，影片嚟到呢度啦，咁啊，所以睇埋自己睇呢啲片啦，下條片再見。